己的窝。阎王，阎王，阎王。冤枉可怜，冤枉可怜，冤枉可怜。看佢眼阎王，莫過為難記咧。看佢眼阎王，莫過為難記咧。看佢眼阎王，莫過為難記咧。看他这么可怜，不要再为难他了。看他这么可怜，不要再为難他了。看他这么可怜，不要再为难他了。大拜，大拜，大拜。每次，每次，每次。佢大拜病了，手好慢耐地走。佢大拜病了，手好慢耐地走。佢大拜病了，手好慢耐地走。他每次放假就喜欢到处跑。他每次放假就喜欢到处跑。他每次放假就喜欢到处跑。胆枪，胆枪，胆枪。禁止，禁止，禁止。莫上暗道，因你膽槍講少天天。莫上暗道，因你膽槍講少天天。莫上暗道，因你膽槍講少天天。不要想太多，我们只是说笑话而已。不要想太多，我们只是说笑话而已。不要想太多，我们只是说笑话而已。董哥夫啊，个董哥夫啊。好，安尼都在看到亚伟先生四彩同天，甲你来访问海伟先生。传讲啊，传呢。传讲啊。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叫谢文川啊。嘿。俺们迄功夫总好的先生，诈欺哦，真的很不应该啦，哦，我们都知道嘛。啊，从小啊，老师就教我们说哦。诚实是最重要的，错，最重要的，诚实是最重要的啊！这生年的钱要骗呢，有样没人呐，这个有书哦，啊妹，我骗钱就算了，你看呢，还来亚威啊，泡温泉，做 SPA， 完总你敢不要呢？啊，你敢不要呢？唔会嘛，错嘛？生年的钱要骗，有样有书啦。太糟糕啊！糟糕啊！会生不起。大众欣赏。那那我天是这种挂脸发的。阿春呢？你看，你啊，等下唔会讲发啦。你看，电视上看起来小夹夹，生面呐。长哥，坦白有一种好事情哦，亲爱。亲怎么爱呢？唔好抢古气家留给东挑夫电风扇啊！哦爸爸。嘿啊，你看很难弄，暗演到整天是看后空，妹妹又没你嘞。哥，我身边有我。开始要当我这点啦。Fat Bill, Fat Bill, Fat Bill。发表，发表，发表。阿叔啲波子空，快被